天氣悶熱，唔想整咁多餸，今日煮咗份超級好餸飯，一鍋熟嘅乾鍋雞翼蝦，咁樣整出嚟嘅雞翼同蝦，外皮焦香嘅，非常之入味，個仔都食到停唔到口啊！洗乾淨嘅雞中翼，陰乾水分，揾到中間呢條間隙，將佢對半剪開，咁樣除咗容易熟之外，都會更加入味噶。俾啲生抽同埋胡椒，2大匙羹嘅生粉揸拌均勻，幫佢熱個底味。蝦呢，我係直接搣咗個蝦頭，去咗蝦線，開埋背嘅，唔使另外調味噶啦，簡單咁俾啲料酒同埋生粉揸拌均勻就得啦。出去食嗰啲呢，都係用重複使用嘅油嚟炸嘅，自己喺屋企食嘅話，用個平底鑊嚟煎就得噶啦。中細火煎到佢一面焦香之後，反轉煎第二面。同樣嘅方法再嚟煎蝦，想要佢煎嗰陣時唔會出晒水呢，記住調味之前要陰乾水分，咁樣煎出嚟就係焦香噶啦。另起油鑊爆香啲薑蒜，調味都係用翻呢個乾鍋醬，佢有辣同唔辣2種口味嘅，唔辣嗰個佢淨係有乾鍋嘅香味，冇辣味嘅，小朋友都可以食。俾2匙羹落去炒出啲醬香味，其他咩調料都唔使加噶啦。平時可以用佢嚟整乾鍋花菜、乾鍋魷魚，各種乾鍋菜，放埋自己中意食嘅配菜，爆炒均勻之後，俾啲白芝麻點綴一下，咁就搞掂，可以食得噶啦。做法簡單，一鍋熟，非常之香口好餸法，一啲都唔輸過出邊飯店嘅出品噶。都睇到呢度咯，點個讚鼓勵下，你都嚟試下啦〜